忙吗？忙。少来！你有什么可忙的？哎，你不想尝尝我做的糕点，就当履行你当叔叔的职责，陪我解解闷儿。没空。这么冷淡，怎么回事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哎，说出来，给我当个下饭八卦。没有。这么暴躁，被甩了？也不知道那帮小孩的手工活怎么样，不会没人盯着，都荒废长草了吧？马大，什么事啊？你下班了吗？没呢。那正好，你给我说一下急性硬膜外血肿的临床表现。多半有颞骨骨折、意识障碍、无力增压。老大，你不是休息吗？等他搞突击检查呀。同志，你干什么呢？快点！哦，我才几天没上班啊，啊，你们就消极怠工了是吧？我这有事呢，先跟你说，挂了。哎，你就这么忽悠我啊？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还算知错就改。什么事儿？啊，老大，怎是你啊？哎，都是因为你没事惯找我才打错了。挂了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！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。老大，我错了，实在是我们忙得快要四脚朝天了，高速几个车连环撞，都送我们这儿来了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找陈医生。嗯。好吧，你们有手术，我也有。这么早就睡了？童真，表姐，王老大在干嘛？你给我打电话找你老大，是不是趁着你老大休息放飞自我犯错误了？日常惜命如我哪敢呀！我是想来跟你敲个钟，有时间多关心关心你的神仙男友。他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有点不太正常，需要你给他指引一条光明大道。说清楚点。姐，据我这几天的观察，心理空虚的老大真的有可能在变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你快想办法救救他吧。好，知道了，挂了。